新手教學為主子找安樂窩養寵一族租樓指南2。上一集我哋講到揾一個你同寵物嘅安樂窩有咩技巧，同時間都有唔少業主擔心寵物會嚴重破壞單位，到底有咩方法保障到雙方？業主確保租客有能力打理自己嘅物業，其實係合情合理。因此如果租客可以同業主保證，係搬離單位時會負責清除寵物留低嘅所有痕跡，業主都會放心啲。租客不妨聘請家務助理為單位定期清潔，更加可以進行滅蟲，將會對跨過業主過關更順利。口講無憑，租客甚至可以提出俾額外按金，以確保萬一有家私用品被動物損壞，都唔會令業主蒙受損失。但需謹記嘅係，要同業主以書面形式簽訂有關協議同條款，以防止日後出現爭議或糾紛。另外，租樓時都可以盡量揀高層甚至頂層嘅單位，以確保將寵物可能發生嘅滋擾降到最低。不論係同寵物定係同人相處，真誠相待無比重要。係租樓前唔好隱瞞自己有養寵物，提早同業主確認寵物嘅數量、種類好有必要，以免日後會因為業主唔接受寵物而臨時要租客搬屋嘅情況。當然每個個案情況都不盡相同，我哋嘅專業代理可以因應不同嘅情況提供更詳盡嘅樓盤資料同分析。